正所謂咧，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今日大年初一呢個日子啦，咁啊更加咧開個好頭，咁就可以年頭旺到年尾啦，係咪啊？講得冇錯啊！嗱，希望大家馬年可以行大運，福馬臨門，旺旺旺啊！係啊，永欣睇你嘅樣咧，知你今年旺啦，係咪啊？咁多節目喎，真係馬力全開啊！威哥唔好笑我啦！嗱，講到話又專業氣勢又旺咯，我真係拍馬都追唔上嚟緊要出場嘅呢位嘉賓啊！係啦，佢唔單止專業，而且咧仲好有心。大年初一呢個日子咧，都同大家一齊過㗎，衣錦還鄉啊！冇錯啊！既然咁有心，不如而家請佢出嚟啊！我哋一齊大聲嗌佢嘅名好嗎？好啊！有請古卓文。我點了火，氣溫叫天花亦融化。我舉了咪，以聲線方式去執法。今晚輸出分會更多，每段腦波同令那困擾心情，盡情耀眼，狂熱如巨星，萬人集氣變總評，我就煽動你別要當報警。望望這裏有馬急線跳，望望這裏有馬咩山調 Follow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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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right now 讓你敏感更多，靈魂能被按摩，做乜你又企埋一邊？啱啱收工就扯夾開 body， 咪委屈自己。今晚攤開所有怪癖，你別壓抑，逃離那困擾心情，盡情耀眼，狂熱如巨星，萬人集氣變總評，你是偶像，你別要當報警。望望這裏有馬急線跳，望望這裏有馬咩山調 Follow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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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晚這一剎那就是無限。尖叫永不要退減。現在我要你企到跟前，現在我要你跳到更熱 Follow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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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what One more time. Follow me. 巨人下再狂裝絕殺技也未過關，極難辦換味還越換越淡，越是限未近視亦要護眼，轉個視角玩，難度太低哪會盡興？減血再注射血清，還在這任務滯留。導航證明上有，填入秘技變上手，英文短句的魔咒。Oh yeah yeah Say what say what Yeah yeah
勝敗那樣看得太重要，一切為了享受。要獲到，要拋去，計較與斥求。怎打爆機？碰碰運氣，隨着數直漸儲起，只發現契機。Take off by obstacles, control and lost battle. Just let go and try it again till you get. Joystick is still in your hand, that's what you can't handle. 處下法寶，還在這段路滯留，論實力證明尚有。如大佬日夜報憂，哼出這句子。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What? 勝敗那樣看得太重要，一切為了享受。要獲到，要拋去，計較與斥求。失機了要放手，即管那換大招，故事與動作所有運作，不過讓你感受。這護甲從稀有，無人能掠走。喺呢一度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恭喜發財》，希望你哋中意。咚咚咚咚飄一飄。咚咚咚咚飄一飄，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請過來，不好的請走開，禮多人不怪。祝滿天下的女孩嫁一個好男孩，兩小口永遠在一塊。祝滿天下的小孩聰明勝過秀才，時尚總忙你腦袋。祝專精的奶奶3、4、6穿的比賽氣不喘，面容不改。祝三叔公的買賣生意揚名四海，財運滾滾住豪宅。大搖大擺了天地的少財，恭喜發財，要喊得夠豪邁。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請過來，不好的請走開，禮多人不怪。祝滿天下的小孩聰明勝過秀才，志不如有面容不改。祝滿天下的小孩聰明勝過秀才，時尚中滿你腦袋。大搖大擺了天地的少財，恭喜發財，要喊得夠豪邁。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請過來，不好的請
請走開，禮多人不怪。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請過來，不好的請走開，禮多人不怪。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Jerman， 多謝晒，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嗱咁啊，當然啦，新嘅一年咧，Jerman 嚟到咧，亦都同大家咧，真係搞到熱血沸騰啊！亦都咧要同大家拜個年，好冇？好，喺呢一度恭祝大家馬年行大運，最緊要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好啊！咁而張文跟住落嚟同我哋玩嘅遊戲咧，就叫做馬上好運贏大獎。我哋睇下有邊一位嘅幸運兒可以得到幸運之神嘅眷顧，攞到我哋嘅大獎就係 4K 大電視啦！馬上好運贏大獎。首先，古卓文會發問3條問題，觀眾要鬥快搶答，決定抽籤順序。佢哋會根據呢個順序輪流抽出好籤，抽中 4K 字樣嘅籤就會得到 4K 大電視㗎啦。好，第一條問題嘅就係講一個有馬字嘅祝福語，或者一二三，應該係呢位。係啊，最近啊，係咯，係馬精神。哎 OK， 恭喜你。咁易嘅。係，好嘢，恭喜晒，恭喜晒。好，咁然之後咧，好啦，到第二題啦。咁我哋講一個新年會食嘅食物啊，一、二、三。你講。大吉大利。唔係嘢食。角仔。係啱，角仔啱。係，恭喜晒，恭喜晒。嗰啲吉仔佢都食㗎。都要食嘅。係啊，啲豬脷佢又食咁樣㗎。係啦，又大吉又大利。大吉大利啦，好。得啦 ，OK。係啦，咁就問埋最後一條咧。好啊。係啦，咁我哋問埋最後一條啦。咁啊，好啦，講一個除咗馬之外嘅生肖嘅。好啦，馬以外。馬以外啊？係啦，以外。即係唔能夠講個馬字啊？馬以外係咩人？係咪人名嚟㗎嘛？馬以外係馬爾代夫嗰啲子民。哦，OK。係啦，即係馬年之外嗰啲。英文。係啦。蛇啊。蛇。佢就話係蛇，但係我覺得眼中裏面咧只有 Jerman， 佢想講就係 Jerman， 結果咧想你成為生肖之一啊！我而家係13生肖係嘛？呢個就係澳門可以規定，其他唔可以。係啦，好啦，都恭喜你，恭喜晒！咁啊3位都抽中咗啦，咁我哋順序抽呢一個籤啦，係嘛？係啦，使唔使熬下佢啊？支籤係啊。公平起見唔俾你睇。係啦，唔俾大家睇。非常之公平啊 ，Jerman。係啦。OK 嘅，因為仲要貼貼紙嘅。OK， 請揀一個。好啦，抽出嚟，好，見到有個貼紙喎，好，而家咧就搣開佢先啦，對住鏡頭，慢慢，唔使心急啊，攞晒先，你都攞晒先，冇錯，係啦，跟住佢搣先，喺呢度搣呢度，搣呢度，係啦，上籤喎，恭喜你啊，搣金色嘅位置啦，係啦，對住鏡頭，預備1、2、1，一馬當先，好，馬年一馬當先，恭喜你，好，我哋再請第二位嘅中間個位先，中間個位先，馬年大家第3位啦，第3位係乜嘢？駿馬迎春，好，即係未有4K 啦，未有啦，再抽多次，再抽多次，你可以繼續再抽獎啦，再抽多個啦，頂啦，呢度一定中噶啦，2位都係啦，好啦，最後一位，好啦，3位都有啦，咁我哋好啦，你先，1、2、3，馬到功成 ，OK，恭喜，好啦，係咪你咧？再落嚟第2位，4K 大電視。你都開埋金馬報喜嘅，好嘢。咁而最後，OK，真係恭喜晒！好，咁喺呢個時候咧，當然啦 ，Jerman 咧幫我哋咧就係頒呢個4K 大電視俾我哋嘅幸運兒。恭喜晒！嗱，我哋澳廣視咧亦都逐步邁進 4K 超高清嘅電視廣播新時代啊！有咗呢部電視機咧，就可以收睇我哋 4K 嘅節目，記得鎖定98台啦！冇錯係啊，咁而另外嘅2位幸運兒都係分別可以得到500蚊嘅超市禮券㗎，再一次恭喜晒！恭喜晒3位我哋得獎嘅觀眾啊！至於家庭觀眾咧，記得去到我哋 Facebook 專頁咧玩互動遊戲，贏取豐富嘅獎品啦！係啊，熱鬧咗成晚，大家咁開心啦，唔經唔覺咧嚟到我哋今晚呢個駿馬迎春吹運來到尾聲嘞噃，咁而家咧我哋有請一眾剛才為我哋嘅表演嘅歌手啦，係啦，舞蹈員咧一齊到台上。
準備同大家咧就係拜年啦，多謝晒。嗱，今晚咧個個都真係滿載而歸，真係可以過個肥年喎。冇錯係啊，希望各位啦，今年都同我哋嘅節目一樣，叫做駿馬迎春，催運來，繼續好運連連。係啦，如果大家覺得仲未夠喉咧，想沾多啲新年嘅氣氛，旺一旺佢咧，咁就記得收睇大年初三晚上8點播出嘅《駿馬騰飛歡樂春至2026農曆新年花車匯演》啊！我哋澳廣視會現場直播㗎。好啊，咁啊呢時候咧，咁多位人才仔仔又鼎盛，我哋同大家所有嘅觀眾再次拜年好唔好啊？祝大家新年快樂，馬年行大運！